你知道嗎？世界公認5個長壽村：中國廣西巴馬、新疆和田、亞美尼亞高加索地區、巴基斯坦乾薩、厄瓜多爾比卡班卡，佢哋都有個共同特性，佢哋嘅地磁強度平均係超過世界其他嘅地區。而地球磁場衍生嘅 PEMF 係讓人類健康進入生態能量嘅大時代。PEMF 就係脈衝電磁場。地球嘅表面具有一個龐大嘅脈衝能量，形成一道天然嘅保護屏障，為地球嘅生物阻擋宇宙嘅射線、太陽風等等嘅侵襲。脈衝電磁場對生命嘅健康尤其重要，例如陽光、空氣、水同埋營養。同地球一樣，人體會散發出脈衝能量嘅。著名嘅 Brian Mister 博士，佢喺 PEMF 健康嘅第5元素書入邊，通過一組織嘅對比，年輕嘅時候人體散發出嘅脈衝電磁場大約係每分鐘3至5次，隨住年齡嘅增加就會降低。中老年人嘅時期降至每分鐘1次，而糖尿嘅病患者約為每10分鐘先有1次。儘管佢哋體驗咗脈衝電磁場對人體尤其重要，唔難理解。通過細胞擴散嘅脈衝能量血液可以有足夠嘅流動，去到達身體每一個部位。亦即係話，脈衝電磁場可以促進機體嘅血液循環，從而保障人體各個器官嘅健康運轉。我哋都知道，細胞健康就等於身體健康。通過對唔同情況嘅細胞電壓監測，我哋會發現健康嘅細胞生理嘅電壓為70至100毫伏，心臟細胞生理嘅電壓大約係90至100毫伏，肥胖人嘅脂肪細胞生理電壓就為20至25，而患有慢性疾病嘅或者其他受損嘅細胞生理電壓為30至50毫伏，癌症病患者嘅細胞生理電壓就為15至20毫伏。被譽為有史以嚟最重要嘅健康發現——接地氣不生病。人體係電器，地球就係電源。從大地散發出嚟嘅天然能量，就係舒緩炎症、緩解衰老嘅最終良藥。通過各項實驗同埋數據去實證，地球散發出嘅自由電子可以中和體內誘發疾病、破壞細胞嘅自由基，從而促進細胞內嘅新陳代謝，幫助修復病變區嘅損傷細胞。所以脈衝電磁場就好似充電器一樣咁，可以為細胞不斷儲積能量。PEMF 開啟全球物理療法新征程。早喺20世紀70年代 ，PEMF 就已經被美國 FDA 批准用於臨床實驗，並取得相當唔錯嘅效果。唔止啊，世界各地政府對 PEMF 療法官方嘅准入重視度都係非常之高嘅，有超過1萬篇嘅關於 PEMF 嘅科學文獻發表咗，超過有2000個雙盲研究證明 PEMF 係一種安全、高效、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嘅物理療法。一項著名 PEMF 喺骨科相關嘅治療中研究發現，對45個案例骨折合併萎縮不連局部感染嘅病患者，俾 PEMF 刺激，結果發現PEMF 能夠促進大約35% 16個案例10週內可以癒合，85% 有38個例子4個月之內可以癒合。臨床療法相助有效果。喺2015年中國骨質疏鬆骨折診斷指南中，應明確指出 PEMF 係一種簡單、無創、安全而有效，對於骨折有促進作用嘅物理療法。著名研究克林頓奧伯做過一項 PEMF 干預睡眠嘅雙盲實驗，60名患有各種睡眠問題嘅人群分成2組，喺相同條件下，一半人用 PEMF 去干預，一半人就冇干預。結果顯示加入 PEMF 干預人群中85% 人會瞓得更加快，93% 嘅人會瞓得更加好，100% 瞓醒嘅人精力更加充沛。而多名參與者反映對氣喘、風濕性關節炎都有明顯嘅好轉。PEMF 屬於安全無創嘅物理療法，同藥物相比冇毒冇副作用，通過血液循環激活細胞嘅能量，從根源上幫助機體恢復健康。目前已經喺全世界範圍廣泛使用，唔單止用於喺輔助治療各種臨床病症對於糖尿病、軟骨再生、骨質疏鬆、消炎止痛、帕金遜，亦都被廣泛運動員使用增加耐力、
恢復體能、提高速度等領域，被眾多健康嘅人來稱，堅持用於日常保健。OliLife 太黑池少能儀，科學養生為健康啟航。OliLife 太黑池少能儀應用太黑磁波與人體嘅細胞同頻共振嘅原理，釋放8至1000 UM 嘅精準太黑磁波，猶如人體細胞充電器一樣，從腳底開始遍佈全身，為機能補充生物能量，讓身體由內到外通起嚟。OliLife 太黑池少能儀產品優勢：安全無創，用於物理療法、治療進行，冇任何副作用，健康舒適，猶如身體做一次生物嘅 SPA， 大家容易接受並且堅持。通過激活細胞，促進機體嘅微循環，從根源改善亞健康問題，可以同時改善多種不適嘅症狀。一件操作，多個檔位，屋企均可使用。一台儀器，多人享用，成本低，高效益，家人健康之選。每日使用 OliLife 太黑池少能儀20分鐘，就相當於戶外運動2小時，徒手按摩8小時，持續排汗1個鐘，連續刮痧60次。OliLife 太黑池少能儀，科學養生為健康啟航。